世界万行台拢伫台湾新眼界，欢迎收看今日节目，我是赵无斌阿兔啊。观众朋友，今仔日本土病例5个，咱看到这波 Omicron 疫情，咱搁再一摆控制了袂歹哦。虽望即马咱无搁甲清零当做目标，论真嘛无可能、无需要，总是大家有缘真拼死伫防疫。当这时，国际上渐渐地开始开放边境，也就是跨国旅行搁再开始。咱台湾嘛需要军队来欢迎，安怎照起工豆豆来做，大家拢真关心。嘛，搁毋若疫情会影响到咱的健康，即几工雨露袂离，搁寒，大家拢有感觉到吼，咱需要注意家己身体健康，嘛照顾厝内老大人的健康。有看到破病的长头，就要念咪来欢迎。这健康项的代志，咱做伙来关心。小介现场来宾邀请中央研究院生医所何美香兼任研究员。主持人好，观众朋友大家好。邀请中华民国基层医疗协会刘汉忠副秘书长。主持人好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。邀请英国注册医师叶定如医师。主持人好，大家好。好，观众朋友，咱来看吼，即摆世界各国吼放零防疫的措施变做一个潮流。英国首相强生讲，要甲病毒共存，为2月24号开始要取消所有的防疫的措施。咱的苏贞昌院长嘛讲，就要兼顾防疫甲经济，渐渐啊调向正常生活来调整来放零措施。咱的阿中指挥官讲，未来防疫无可能是零风险。开放的期间可能是伫3月了后，不过这个礼拜就要公布商务旅客入境右路的规定吼。过来，咱看到这2天是这个寒天头一波的寒流来吼，上加到7度尔。咱看到小港病院心脏内科主任苏和明医师讲，冷空气真够致使咱的血筋缩起来致使心脏甲血筋的镜头哦。这2天累积有85个人来生真死哦，这真正是真济。这个问题，咱今日拢要来讨论。大兴世界各国放零防疫措施的报道，咱做阵来看。实施2年的防疫措施就要结束啊！英国首相强生20正式宣布解除防疫措施，民众若是确诊为24了后，就免自我隔离，免看疫苗护照，嘛袂追踪接触者。If you're a fully vaccinated close contact or under 18, you will no longer be asked to test daily for 7 days. And if you're a close contact who is not fully vaccinated, you will no longer be required to self-isolate. 伫南半球的纽西兰，持续有民众抗议政府的疫苗强制令，有示威的活动，而且伫咧国会外口，甲警方爆发冲突，有8个人互抓起来。纽西兰总理阿尔登宣布，等我3月底 Omicron 疫情高峰期过了后，会解除疫苗强制令甲社交距离的措施。We all want to go back to the way that life was, and we will. I suspect sooner than you think. 英国宣布会完全解封，确诊者免隔离，会当出去买物件、搭大众运输工具甲上班。澳洲嘛为2日开始对外国旅客开放边境，完整做过疫苗的人就免隔离。因那日本是缩短居家检疫的规定，开放商务甲留学生入境。另外，以色列放定入境的规范，无做过疫苗的人嘛会当入境。不过出发进前甲到位了后，爱做 PCR 采检。纽西兰按算3月中下旬会解除禁令，解除社交距离甲疫苗强制令。因为咱国伫咧过年了后的3礼拜，疫情稳定，可能伫咧3月份会当豆豆解封，而且开放商务人士会当入境。经过3个礼拜严格考验，证明我们都在可控范围内，兼顾防疫及生计生活。我们逐步解封，让大家恢复正常生活，同时让商务人士能够进来。苏贞昌强调讲，伫咧2日的扩大防疫会议，已经要求指挥中心都要兼顾防疫甲生活，豆豆解封，让大家会当恢复正常的生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哦，咱看到世界各国若是会当控制，就渐渐放零防疫的措施。咱来先请教叶医师吼，英国是根据什么条件来完全取消防疫的措施咧？好，第一，预防线拍甲真好，所以时大人拍甲98%以上。搁有你即马来看这个疫情，好，这是 Alpha， 这是 Delta， 这是 Omicron， 因真紧，佮足侪人会确诊，但是即马伫咧落，差不多一天差不多5万人的确诊。
是上悬的时阵是20万人，所以伊即马看起来的情形是每一天拢比昨日搁较好。咧降价就对。咧降价，降较足紧的。啊，因咧1月27号的时阵是甲喙暗的这个拢甲伊放互开啊。对，所以伊甲喙暗放互开，嘛无看到这个确诊的人搁较变较侪，嘛是规工拢咧降价。啊，即马来看这个住院的人嘛是咧降价。是。好，这嘛是住院的人嘛是咧降价。啊，你看迄个因为这个得着 COVID 啊确诊了28天以来死亡的人嘛是咧降价，所以伊有足侪，伊有材料会使开，甲这个防疫甲迄创好开。医疗的量能无问题。无问题，一直拢毋是问题。在去年差不多11月，Omicron 来的时阵，伊看到医疗拢毋是一个问题，因为 COVID 咧住院的人足侪因为 COVID 会来去住院的人，其实无讲介侪，是，对，大部分是阮讲的 incidental finding， 都是伊拄啊好有 COVID 安尼，对，系，啊，你来遮看这个原因是因为伊第3档拍啊足好的，是，差不多55拍到差不多要60拍的第3档拢住落去，是，啊，真正爱住互啥物人咧？其实因拢住的咧遮的4大人。4大人的这个第3档住到足好的，50岁以上超过90%的人拢把第3档互住好来去啊。所以你看，这是因为 COVID 住自己 ICU， 阮个加护病房的人，啊，其实你来看是啥物人会去住到咧加护病房？其实拢是咧无拍预防针的人，你拍一剂、2剂、3剂的人，其实几乎拢无可能去带着迄个加护病房。所以你看预防针的这个保护力，其实是足强的。是根据数字完全解除防疫措施嘛，无要紧就对。对，无要紧，因为确诊的人是滴啦。是，咱请教何老师，若台湾的，咱敢有这个条件？咱来想看吼，即马会当开袂当开是啥物？这是讲啥物意思？主要就是讲，咱一定要有一个条件，就是讲病毒踮咧咱的边仔的时阵，咱袂互伊受到伊的威胁。啊是啥物情形吼，袂互伊威胁，就是咱互伊感染着，咱嘛袂重症，嘛袂死亡。咱若有互伊传染着，咱无啥物代志。啊，即款的情景啊。都会爱搞，像拄仔讲英国上有条件，英国即个我是足钦佩的，伊50岁以上的人，伊的迄疫苗治疗足晚的，是，伊从开始伊就对老人一直治落来。所以伊50岁以上本来两档就治甲足好，即马3档嘛是治甲真好，所以上高风险的人，互你保护起来啊。所以剩的不管你什么，不管倒位的。资料咱来看吼，对，不管倒一国来，拢甲你讲吼，Omicron 即个病毒吼，伊敢若对无注预防针的人是上危险。你若注了预防针了，虽然你着确诊，但是你是无要紧。这是一个真重要的观念啦吼。所以，咱台湾的条件即马是安怎？因为去看即个英国，看澳洲。遮个所有的国家吼，咱拄仔看迄张地图，就是讲，Omicron每一天确诊的病人一直悬起来，是，悬到一个点的时阵，伊就开始落来。对，迄个点是啥物点？迄个点就是讲，同款的病毒，但是伊袂当用同款的速度去传染嘛。在这个之前 ，R 值是大于1，是，到迄个点的时阵，它开始变得小于1。就是讲人就一直落来啊。OK， 所以变做小于1，这个条件是安怎？你会当真济话会当来做着。头一个你封城，它就会小于1了，大家拢封起来，袂当出去。但是咱即马无要做这款代志啊。咱即马就无咧做啊。咱即马就无要做。就是说，咱即马要正常化。所以，什么会当互你安尼？咱大家的抗体，咱的免疫力。到一个位的时阵，是，你就互伊就会落来。是，咱即马是安怎？咱看即个疫苗的即个疫苗即个保护力的时阵，
我无准备疫苗的保护力吼，就是讲我顶边就互大家看过吼。咱第三只当注落去的时阵，上好的保护力是差不多才60%尔，是60%到70%。你若搁等到3个月了，伊就讲，对头前迄个应该是头前迄个，是不是这个？对，伊就降下来了。好，那这个就真严重的代志，伊就降到差不多3%。是，所以意思就是讲，你若专工要靠这个疫苗来保护你讲袂当确诊的时阵，你可能你是无这个希望。无100%就对。无100%，啊，你一直看着确诊的啦。是。但是你即摆有啥物回来甲你帮忙？就是讲吼，你开国门了，病毒入来，你互伊传染着了，伊会去刺激你的免疫力。哦。啊，你的疫苗，你的抗体会增加。咱若即摆时间会使，咱来看一个，拄啊迄张，就是看一张。是。就是讲，你看吼，这是英国的资料，你是60岁到69岁的人，倒手边这个是有感染的人。是。啊，正手边这个是无传染的人。是。啊，你看吼，看这个色，这是一个抗体的这个效价的悬低。哦。愈深的吼，就是愈悬。愈重色的愈悬。对，愈重色，你看右边这个吼，愈重色25000以上啊，就是。所以愈重色愈悬的时，你看有传染的比无传染的，同一个时间点，吼，上尾迄个是同一个时间点，对。你看，伊就一定是较济。是。所以就是讲，自然感染吼，会帮助你，会提升你的免疫力。哦。对，啊，咱搁看第2张吼，这是另外一个研究吼，就是讲，这是因为这是70岁到80岁人，嘛是共款。你不管看倒一个年龄层，拢嘛共款。是。啊，咱即马咱来看这个吼，就是讲，这里是最近的研究吼，对，Omicron感染了后，对有接种过疫苗吼，有注意风险的人，伊即马感染抗体吼，你甲看，最头一个是最左边这是 Omicron， 再来是 Delta， 好，再来是另外一株，再来是 Beta， 然后再来是原始的。你看伊拢真悬，拢你1万以上，拢共款。对。但是你即马若看吼 ，Omicron 传染着英国无注意风险的人。OK，Omicron 嘛是袂歹，伊甲你刺激你的免疫力，所以 Omicron 的抗体起来了，啊，剩的迄就无办法啦。是。啊，咱即马是大家拢咧讲，咱即马敢若有 Omicron， 但是未来什么款的病毒会佫出来，咱嘛是毋知。哦。所以就是即马就是讲吼，你有注意风险，然后传染着，啊是传染着，佫来注意风险，迄咱家己叫做啥？咱家己叫做讲 super。改叫超级免疫，是啊，即马咱个看另外一个研究，就是就是讲即款的，你看吼，敢若注意风险的人，吼，就是黄的，中一个青的，就是讲先感染着，再注意风险。是啊，这紫色的这是先注意风险，再来传染着。哦，你反正若有注意风险，佮传染着，不管是先还是后，你看。抗体拢较悬，对，而且你看是对，这是因为这个研究是踮咧Omicron出来之前啦吼，所以你无Omicron的 data， 但是因素应该是共款，是，就是讲咱会注意风险了，你若佫传染着还是传染注意风险，两个就是敢若有点我们像混打疫苗的意思是共款，你出来吼抗体免疫力是较悬，啊较快。是，就是讲会 cover 真济，所以咱即马就开始来想讲吼，因为就算大家拢咧开放对无，咱一定无爱要甲大家讲的是讲吼，开放了后，甲咱安全到厝中迄个过程哦，会真严重。是，咱来请教老医师吼，接续何老师所讲的，这个。咱台湾甲英国敢若拄好倒并，咱风险上悬的人，老大人注意风险的注射率，有缘是小可较低，啊，咱即马安怎来做较好？好，咱即马讲转来咱台湾啦，吼，是实际上咱即马注第一针的人吼，差不多有80几%啦，吼，是啊，注第二针的人差不多70几%，注第三针的人吼，到顶礼拜像差不多31%啦，吼，31%。
所以实际上咱的你讲咱即摆有条件无条件来开放吼，我想咱拄啊看到迄个英国的资料的时阵吼，是因的老伙仔拢做甲真好吼，92、95以上的迄个资料吼。啊，阮即摆我来讲一下，咱台湾咱台北市吼有一个在吼，就是去厝咧，甲老伙仔注意用车吼，即个吼。阮自旧年迄阵啊开始做的时阵吼，咱讲一区吼，艋舺区吼。艋舺区迄阵申請有50幾個老伙仔佇厝內注射，阮派人、派醫生、派護士去甲伊注射。是。甲做到第三針的時陣，50幾個剩10幾個，吼。哦。剩10幾個，所以你就知影講有足濟人無愛做啊，無做啊，吼，無愛做啊。啊，咱以前有咧講嘛，講你注第1針、注第2針的時陣，你若3個月以後，你像注2劑 AZ。你甲迄個甲即賣時陣保護力攏差不多剩20%至30%爾。是。所以為什麼迄陣一開始今年開始的時候，阮迄陣來節目的時候，就一直咧呼籲大家一定要去注第3針吼。你無注第3針，伊 outbreak 迄種 outbreaking 的那種迄種的感染吼，迄種機會就真大。是。所以實際上咱有機會無機會開放，實際上咱用較科學的方式來講遮個啦吼。即賣這個資料是毋是有夠互咱來開放啊吼？我想咱的指揮中心，咱的政府愛摕這個資料來好好啊來做一個參考。是。因為咱老伙仔70歲以上無做的吼，較早以前超27%，即賣佫加減佫做一個，所以差不多抑佫有20%的老伙仔，實際上是無做吼。是。啊，咱迄陣歐米康侵入來的時陣吼，迄陣啊，啥物人上濟？國外釣的攏是老伙仔無注射的吼，無注用射的嘛吼。啊，甲迄個囡仔吼，囡仔在11歲以下無注意用射，所以實際上有感染到的人上濟就是遮個人。哦，就是遮個人。啊，遮個人到目前為止5歲至11歲有咧注意用射無？無。吼，啊老伙仔伊迄個佫去哩迄站遐人有注較濟無？有加減注啦，但是迄個是毋是有注甲？咱感覺講已經有安全啊，會當開放啊吼。即個情形，我想這點就是咱愛考慮去考慮的問題啦，吼。是。哦，是這個所在是毋是安尼？你講3月吼，阮咧注意用射會感覺着吼，你迄個覆蓋率吼，就是就是講偌濟人厝吼，一個月差不多加10%。哦。一個月差不多加10%，所以你講這是平均來講。這平均來講吼，所以你即擺來講吼，咱即擺2月底嘛吼，甲3月的時陣吼，伊差不多會甲注甲40幾嘛吼，啊甲4月甲5月注甲50幾。這是第3檔對吧？對，我即擺講的是第3檔，因為即擺咱要開放的一個，除了對我講的老伙仔、少年囡仔、囡仔、細漢囡仔無注意外，都是第3檔即個比例。啊，即個比例的時候，你們咱進前是政府是掠50%啦吼，50%以上的時陣伊要開放。哦，即個就是愛去好好想的吼，就這段時間內底，咱還未開放的時陣，咱來安怎去甲咱的老伙仔，就是迄無注意用射吼，要安怎互伊會當緊甲做吼，是，也是講緊甲用保護，講你厝內底人大家攏做，啊甲保護伊一人吼，是，哦，這種方式來，我想這是咱政府愛個緊加油的所在啦吼，因為你一開放落去的時陣吼，就拄啊何老師有咧講哦，你開放的時陣咱預測吼，病人一定會增加，對，啊咱病人增加的時候，咱的政府、咱的百姓會當接受這無吼。我即擺做儕人對啊吼，啊所以這種情形就是講，咱的政府愛考慮這個問題哦吼。啊，另外就講，即擺當然奧密克戎慢慢啊變較較像迄個流行性感冒啊吼，慢慢往這邊來。但是吼，迄個林氏璧醫師伊的研究內底吼，伊講60歲以上的死亡率是2.6%吼。哦。懸咯吼，60歲以上，所以老伙仔毋是講無代誌哦。哦，所以實際上老伙仔的預防，若用些資料，若無講介理想的時陣吼，開放落去，這就是一個危險的所在啦吼。是。啊，另外就是講，咱的藥啊，是毋是有準備好？因為咱即擺咱流感無啥驚，就是講伊的迄個死亡率第一無懸，第二講咱有藥啊，是，對吧？你有生病，你有破病，我就藥啊，互你。有對症下藥的藥啊。對，有藥啊，互你。啊，咱後壁當然嘛會使用這個方式，就是講，你奧密克戎無要緊啊，你開放落去，啊，你有破病的時候。咱政府提供親像流感啊、克流感安尼吼，即個方式，啊，醫生會當直接落藥啊，啊落藥落去治療，避免伊變重症，避免伊去住院嘛吼。像美國最近迄個因一開始的報告嘛是，奧密克戎是正月上是上懸嘛吼，哦，伊個 Christmas 以後吼，12月正月迄陣上懸，英國嘛是即個所在嘛，哦，伊啊落來真緊嘛，落來真緊，是，啊落來真緊，當然美國的本身因的方式是講。
你有感染哦，你镜头无啥物镜头，你就倒厝的5天，休困5天，5天以后你就开始会当出来，就是讲你做你平常时的生活。是。啊，我想咱慢慢应该原来是用这个方式来行啦，就是讲中有一寡爱加强的所在吼，紧加强，紧做吼，紧甲这用这1个月的时间内底吼，会当紧互无注射的人吼，会当注射，还是讲不管用啥物方式啦吼，因为即马是用200块嘛吼，对，即马是用200块咧，互因来加强因的。这个措施咱小等下来讲吼。是。观众朋友，咱讲到预防针的重要，咱来看一个资料。咱看到这澳洲、纽西兰、台湾、日本、英国、以色列这个国家，拢是渐渐要甲防疫措施放零的国家。咱看到澳洲为22月21号开始吼，要完全开放国境，完整注意风险的人无需要隔离，那无完整的就要隔离14天吼。啊，过来纽西兰。对3月中开始要完全解除这个社交距离的措施。另外，咱看到咱的台湾嘛是为3月开始渐渐开放咱的边境，商务旅客入境这个居家检疫为14天缩短到10天。日本嘛是同款，为3月开始居家检疫嘛要缩短，商务旅客、留学生。极低，逐天有5000人吼，高风险的国家居家检疫是7天，其他的国家3天。另外看到英国，咱拄则讲完全解除这个防疫的措施。另外以色列为3月开始，因的边境嘛是渐渐开放。你遵守无注意风险，嘛是会使入境。总是你起飞还是到位的时阵，你就爱做 PCR 的这个检测。不过，咱看到这个国家做这个措施吼，拢是因为因的第2档的注射率吼，拢强要超过70%哦。全世界的平均是62%，这个国家是拢超过70%。不过，咱较烦恼咱台湾吼，虽望咱即马第2档的这个注射率有超过82%，总是。这是平均，这毋是所有老大人的数字。咱请教何老师，拄则讲到吼，开放了后到疫情稳定，有一个你讲会当烦恼的过程，这个过程会发生什么代志？即马真重要的是，咱来想讲，这个遮侪个国家吼，因即马要开，因是安那要开，因的我们叫做流行病学的趋势图，跟咱拢无共款。因即个国，即马即顶头即4个国家，拢是起哩，搁落来啊。哦，即马迄个点当时会出现，这是一个真关键的问题。迄个点当时会出现，因甲咱看起来甲因真共款，对无？咱嘛用什么资料敢若袂歹啊。当然，咱甲英国袂当比啦，因50岁以上的人实在是资料足好的啦吼。但是除了迄个以外，因遮个国家拢有一个特征，咱台湾是无，即马拢无，就是因有自然感染。我拄啊用遐济时间来甲你讲，自然感染的效果是啥物物件？英国自然感染差不多20几%。对。以色列我无啥知影，足济像丹麦40几%哦，伊全人口40几%的人感染过。强要一半的人有感染着。所以。过来甲你个提醒一下，是讲自然感染是啥物效果？就是帮忙你吼，达到你的群组的免疫力，所以你才唔惊伊。所以伊会开国门是讲，你国家的病毒就遮济啊，咱拢唔惊着啊。我当然嘛是甲国门开者，所以咱台湾甲因是还佫差足济。哦，所以。但是即马就讲拄啊吼，意思咧讲啊，咱即马开吼啊，咱是偌人注用啥个资料无好。但是咱即马我拄啊有讲哦，第3人注落的时阵，你会当到60%的保护力。是。你若佫等到3个月了，就剩3、4成。又佫降啊。又佫降落来，所以你若拖愈久的时阵，你就变敢若无助共款。所以咱一定爱处一个讲。差不多。所以我想讲，咱的指挥中心讲50%，我嘛同意啦。差不多50%的时阵，咱就开。啊，虽然吼，咱知影讲，所有的文献拢甲你讲，
奥密克戎出现的时阵，老人啊、囡仔啊，什么拢是真危险。但是你若注意去看迄个时间点的时阵吼，你开始咧传染的时阵，每一个新的变异的病毒开始咧传染的时候，除非伊是对病医出来，伊若对 community 对社区的时候，一定拢是健康的少年人，恁遮的人头前感染着头一波。我是想讲吼，迄阵咱若甲资料摕出来，吼，讲咱即马大家咧传染嘛吼，咱的士大人会惊，会搁出来做。所以嘛是会当搁甲伊刺激一下。但是咱一定爱即个过程吼，咱爱控制了真好。因为像香港啦吼，像新加坡，伊即马病人安尼足济，伊嘛毋是超工的，伊嘛并无讲我超工要互你较紧，伊控制袂掉。所以咱即马就爱看讲因安怎做，咱就做好的，咱来甲学；做无好的，咱一定爱袂当来做。所以即个是一个真重要，就是讲吼，我去看，才会当奥密克戎到个顶点，佫落来遐。拢是吼传染足悬的，足悬。敢若咱欧洲、咱亚洲的国家吼，日本伊3%尔。拢较平就对，无迄个真。伊嘛是会悬去佫落来，但是头前英国感染着的人，敢若3%，毋是30%，3%。所以印度敢若1%人就落来啊。所以对于即马即款，毋知是因的迄个确诊的无落实，我讲真侪人传染着，你无甲伊确诊。这咱踮咧英国吼，踮咧非洲，咱拢有看着。非洲伊迄个自然感染率差不多拢80%以上啊。但是你根本就无看到遐济病人。印度可能嘛有一点可能是安尼。日本咱较毋知影，日本因为伊即个国家有4个岛，好几落个岛，岛甲岛之间，你若疫情咧悬的时阵，可能因无啥咧通。即马咱看的数字，可能是大城市的数字，会起哩佫落来，但是因可能会拖一段时间，所以这是真侪学问踮咧遮。我是感觉讲吼，咱正经爱注意，咱国家咱来准备真侪物件，譬如说确诊的人来一天几万人的时阵，你的目睭大起来，几万人啊！因为你若用新加坡的资料来看，咱差不多一天确诊上悬的时阵会当5万到8万。用日本的资料可能2万，所以你确诊你迄个试剂爱有够，你人你爱准备好，我有要甲你囥喺倒位，咱大家拢爱有心理准备，讲我若确诊的时阵，我是踮咧厝的机会上大。除非我厝的有老大人，有细汉囡仔，我无好势的时阵，我才去找一个位。所以咱每一个城市的地方的即个首长吼，即个市长爱想好势，我这个人我要囥喺倒位。但是基层的医生，咱是安怎会甲伊组织起来，互伊帮忙咱照顾这个人，这个踮咧厝的人，则袂感觉讲我互我社会放杀啊，伊无咧管我，所以这是一个真济代志爱做的啦。咱请教老医师，我问一个想较好的吼，即摆老大人注射都较低，咱敢会使去甲掠做讲，遮个人也未注射啊？伊就是因为拢无出去外口落沙啊，所以伊无做，可能较无要紧。敢会使安尼想？因的想法无问题，这是其中的一个想法。第二个想法就是惊。进前报告讲迄个注射会安怎注射安怎吼，所以讲甲大家拢会小可会惊啦吼。我非常赞成迄个何教授拄仔讲的这代志吼。咱实际上吼，咱三国的时阵吼，曹咧含刘备咧战争的时阵吼，刘备有5虎上将嘛，对吧吼？对。所以伊若咧出兵的时阵，伊就有这问讲，啥物倒一个将军出来，倒一个将军出来吼，倒一个将军还未出来。曹就知影讲，这个时阵我爱走，因为迄个调分也无出来，无偌久调分就是为伊的中军大将，就是冲来啊吼。即马咱实际上你知影香港即马目前吼是奥密克戎的兄弟啊，吼突变的种嘛吼，是迄个 BA2 即个主要是即个嘛吼。
啊，这个会增加伊的迄个感染是甲奥密克戎会增加30%至50%迄个传染的速度吼。啊，伊得重症的机会嘛较济嘛。所以即马最近香港逐工差不多6、7千人的迄个感染，啊，但是伊一工死10几人哦。哦，毋是像咱以前奥密克戎讲啊，咱无人过身，无重症，无带包互家户病房，迄无影哦。即马是真济哦吼。所以实际上咱爱注意的就是讲。嘿，像拄仔讲，何老师咧讲，爱一寡准备的工课爱准备要好。啊，另外就是爱注意这个 BA.2 的这个吼，是毋是有入来台湾吼？即马目前拢要动咧嘛吼，所以即马实际上无啥物入来，干那迄个桃园迄个警察死啦吼。啊，但是伊无摊开嘛。这个 BA.2 敢嘛有源是较轻症的病毒？无，伊是奥密克戎的兄弟啊吼。咱讲吼，咱以前咧讲的讲阿法、贝塔、伽马这吼。这实际上是一个一族啦吼，啊，奥密克戎实际上虾米毋是共族的吼，伊毋是共一个祖先来，伊是另外一个演变出来的一个病毒。啊，即马奥密克戎本身开始来有 BA.1、BA.2 的伊的兄弟啊出现啦。啊 ，BA.2 的即马就是即马香港上大的问题就是伫即个所在啦吼。啊，咱台湾吼，实际上咱台湾，咱讲台湾真福气啦吼，台湾真福气。为虾米讲？因为迄阵啊咧。正月国外咧，奥密克戎咧流行咧大流行的时阵，咱迄阵啊是咱的预防社，因为咱预防社差不多10000人，美国、日本支持咱的时候，差不多10000人6个月至8个月时间，才咧做预防社。对。所以迄阵啊的时阵，咱人外口咧大流行的时候，咱内底的人的时候，抵抗力实际上是上好的。是。嘿，所以咱实际上台湾有出过两批的 Delta 嘛，对吧吼？小的 Delta， 拢互咱冻掉去啊嘛。对。哦，所以咱讲会冻甲足水的嘿。尾下来咱注意用下的时阵，拄啊好，人国外咧大流行，但是咱内底人拢注意用下，大家拢做甲足勇的吼，做甲真勇健，所以咱抵抗力真好。啊，即马第3针，即马做甲差不多30几，即马就是爱紧冲起啊，冲起的时阵，第3个月内底的时候吼，对大家抵抗力拢真好的时阵，你来开放。是。吼，安尼这是一个好的时机啦。是嘿。观众朋友，咱过来看注预防社的重要性吼。世界各国你若无注预防社，伊可能会甲你处罚咯。咱看到这个奥地利吼，若是无注预防社的人，上悬会起罚115000块欧元哦，这差不多是350万台票吼。这互奥地利成做欧洲头一个强制注预防社的国家。另外，咱看到加拿大这个魁北克这个省，你若无注预防社，政府会甲你扣健康税哦。另外，伫新加坡这个旅游的历史追溯期为14天，缩短到7天。不过，对去年11、12月8日开始吼，你若是无注预防社确诊的人，你的治疗就爱自费。过来，咱看到纽西兰，你若无注预防社，无法度去上班呢。另外，伫巴基斯坦这个邦加坡这个省，若是无注预防社，直接互你手机也无信号。过来，法国16岁以上的民众需要完整注预防社的证明，才会当去戏院、餐厅，也是坐高铁。这是世界各国咱整理的措施，咱请教叶医师吼，无看到英国的资料，不过英国用啥物方法，互因的老大人的注射率遐悬？主要是英国时大人注啊真好的，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迄家庭医师的制度。哦。啊，所以每一个人拢有一个家庭医师，你会使从你开始出生，啊到你过身。伊个资料拢伫这个家庭医师底下，所以每一个社区都有一个专职的这个家庭医师。啊，时大人甲这个家庭医师的关系是真正足好的，彼此安尼就信任的。所以时大人拍啊，现在是在全世界在第1、第2名的。啊，因讲较无迄款，就是为着信仰啊，还是伊家己的这个思想无爱注意防社这款的人。伊有做一个分析研究，伊来看虾米人虾米时大人较无咧注意防社，是无受过教育的，佫有移民，差不多印度、巴基斯坦，佫有这个南亚遮的人，伊对预防社的接受较低，佫有查甫小可较低一寡，
对，啊，上大的问题是移民，所以伊迄时阵就用迄个巴基斯坦啊，就是印度的医生讲因的话来去甲这个预防针甲伊注入去。是，对，是。咱请教老医师吼，就是看到世界各国家的措施，咱台湾即马嘛要开放，敢需要有咱可能相像的措施，互大家会去注意防针？我想吼，因为这预防针这个毛病，这本身实际上是一个公共卫生的问题啦吼。所以唔是干那你一个人的问题，你若有发病的时阵，你会影响到其他的人。所以我是本身是赞成讲有一寡迄个自由吼，需要用一寡方式来限制伊的自由啦。讲你像国外是讲，你若无做两顿，你袂使去pub吼，你袂使去啉酒，你袂使去看什物表演啦啥吼，这个问题。实际上，阮是赞成啦吼，赞成讲有小可限制啦吼。你若讲处罚，就是毋是讲一定爱做甲处罚，但是鼓励。甲限制，我想这是应该爱需要的啦吼。因为这关系我拄讲，毋是讲关系干那你一个人尔，毋是讲你家己的自由尔，你影响到其他的人吼，你影响到咱的社会无法度开放，你影响到大家的生活无法度变正常吼。喙也爱一直拢爱挂咧吼。实际上咱慢慢咱嘛希望讲会当恢复较正常的生活嘛。是，叶医师歹势，你拄则无讲了吼。啊，香港即马拄到的问题，就是伊的时大人预防针拍甲真正足害，对，比台湾搁较害，对。伊所以阮来看，这80岁以上的，敢若无到40拍的人拍第一档，对。啊，70岁甲79岁的是敢若66.6拍，啊是真正足低。阮75岁以上，阮上少嘛有75.5拍嘛，对。啊，香港是真正比阮搁较害。是。所以即马因Omicron这波都拄到这个问题，因为足侪时大人去住院。是。对啊，医疗资源都开始出现足大的问题。啊，因嘛是咧惊吓这个副作用啊，这个疫苗是上新的啊，啊，因就无甲伊信任，所以伊香港即马政府伫咧2月24号开始，任何的公共场所拢爱有这个上少拍过1档的预防针才会使入去。敢会使足明确讲，香港的遮严重，都是因为因的老大人注预防针的这个注射率伤低的关系。应该唔是讲确诊的严重，是医疗负担的严重，是因为时大人无讲拍甲足好诶。伊若拍甲英国遮尔啊好的时阵，你就看到英国这波 Omicron 敢若关到一天有20万人，但是因的 ICU 也是病。是，何老师，即马就是讲吼。当然，刚刚叶医师讲的这吼，当然是一个原因之一啦。是。但是一个嘛是另外一个，咱有观察到说吼，香港敢咱有一个共款的物件，就是讲开始的时阵，因为咱拢咧清零嘛。对。清零的过程内底，你若有被确诊，不管你有镜头无镜头，拢甲你囥喺病院内底。对。所以。像我拄仔讲的，Omicron开始出现的时阵，真侪拢是较少年的人，对无？是。但是伊确诊，你就甲伊囥喺病院内底。对。即马等到这老人开始出现的时阵，你已经悬起来，老人开始出现的时阵，你拢无病院互伊啊，无病床啊。所以这嘛是爱注意。即马就是讲吼，虽然 Omicron 吼是一个真轻症的吼，但是你若真侪人真侪安尼爆冲的时候吼。一定的比例嘛是真严重，是，你的医疗量呢嘛是爱看一个。新加坡的朋友甲我讲吼，虽然因一直咧注意吼，注意讲这个伊安怎甲伊分流，是，所有的人确诊了拢踮咧厝诶，是，吼啊，即马有袂当踮咧厝诶人，才有去一个位大，啊，上重要的就是讲高风险的人才会去住喺病院内底，是安尼，但是伊嘛是开始咧感觉到医生的迄个资源吼，医事人员的人力的资源嘛是开始咧紧张起来，因为一直咧工作嘛是逐工嘛是病人嘛是袂少，所以这吼就是不管踮咧倒位拢爱注意啦，尤其袂当犯唔对的，就是讲你甲
无需要你照顾的人，甲囥喺病院内底。病院内底上开始就袂当互遐个无啥物镜头，也是轻症的人，我就感觉讲轻症，伊咧流鼻水啦吼，啊伊喉头痒痒的啦，啊就发烧，啊你踮咧闲啊就爱踮咧病院，踮咧厝嘛是共款照顾啊。是。对无？老师，我要搁问一个问题，拄则我会互你惊到，就是因为吼，你伫较早伫节目时阵，一直讲这个病毒一定会入来吼。啊，不过你拄则讲，可能会一天几啊万人在确诊，啊，虽讲这是流鼻水，也是拍骹唱吼。不过这个代志，敢真正会发生？会一天几万人安尼？我是感觉会，因为。除非咱真厉害，会当甲伊散播开来。但是我拄一直讲，就是讲即个群体免疫爱有一个量，有一个量。你若台湾，譬如说，咱2300人，2300人，咱讲5%，也是咱若免讲啊10%就是230万人，对无？但是你若讲5%，就100几万人，咱就爱即个100几万人，咱爱甲伊分开。譬如说，甲分开做4个月，啊1个月才看偌济人，你著爱安尼想啊。啊是讲咱免讲10%，咱讲5%嘛是60-70万。那70万人，你若佫甲伊分开，看你会当莫互伊爆冲，这是上重要。所以这就是一个艺术甲科学，啊，甲大家爱有信心，啊，毋免惊。是，就是爱行爱看安尼，愈做哪行哪看，因为。其实吼，无人有咱的先例，互咱看啦。上会当看的就是啥？纽西兰、甲新加坡。人新加坡传染嘛比咱较济，就是感染率嘛比咱较济。纽西兰会当咧头前，伊可能即马还搁咧等，伊可能有一个真远。但是纽西兰跟咱无共款，它比较不会爆冲，伊地大人少，所以那个人口密度的关系，就是足侪因素的啦。好像新加坡、香港。都是城市，啊，人拢住得真密集，所以真容易就一下就爆冲啊。是，所以咱嘛是爱注意咱的大都市。这是真济眉眉角角啦，拢爱看才知影。咱其实我即摆去看足济国家的资料，知影讲一定爱互伊传染。是，爱传染偌济，你才会病落来，才会落来。即摆你若迄个悬真悬，你若一天9万人，一天10万人，你爱互伊落来的时阵，比如说你的 R 值是0.9的时阵，伊嘛是爱身躯才会落来到下面啊，对无？你爱想看啊，人嘛是会累积到足济，所以这吼就是咱爱看，爱知影有可能是一个真颠簸吼，一个风波真大的一个流程啦，是啊，大家爱有准备吼，啊，大家爱斗阵，啊，毋通一直怪，这嘛是政府嘛是无办法，科学家你会当讲伊无努力无，嘛是足努力咧，甲所有的业苗拢做出来，啊，就是袂好歹势，没办法。是啊，你若咧当讲啊，无咱来等看 Omicron 吼 specific Omicron 的疫苗出来，即马 Omicron 的临床前测试，踮咧猴子内底嘛是无啥好。无比普通的遐好，所以意思就是讲，你要当较好的物件，可能袂出现。是，你即马会当做的，甲伊做较上好，啊，咱仔细的来行，啊，看是要安怎。是，咱请教老医师吼，接续何老师所讲的，以你基层医疗医师的角度来看，若是一天2万人确诊，咱台湾挡会掉无？这是安尼啦吼。咱拄仔咧何医师咧讲，就是即个 wave 嘛吼，是，就是莫互伊即个出现。你甲面顶甲缀吼，甲缀哦病较病啊，但是时间小，人阵讲有小拖者，但是原来拢无要紧。啊，为虾米会讲安尼？这上重要一个就是讲医生护士的能力吼。你讲咱台湾人阵讲有1万床，你无可能形容变10万床嘛？是，对吧？啊，你1万床内底，你大家人拢住满的时阵，你就无床啊嘛，对吧？所以伊像日本嘛已经有发现讲，你的咱咧有拢咧测血氧吼。血氧浓度因85%的原来拢囥伫目口啊，无伫病院内底啊。是。这原来会互人紧张咧，因为咱正常是95%吼，正常是95%，95%以下实际上咱的氧气伫咱身躯的氧气的实际上是无够啊。是。啊，迄种的随时拢有可能有变化。啊，咱当然说，你讲咱台湾有法度
承担即种你讲一天2万人的病人无？但是咱即马是问题，就是讲奥密克戎的病人实际上内底吼重症无济，无济，所以为什么美国迄种病人足济，但是交病房是空的？是，像拄啊英国的情形嘛是共款，主要伊重症无济，但是你若百分比吼，你讲你100个，就主要讲种超100万人的时阵，就有可能内底几万人是重症。是，重症以咱台湾的医学的咱即卖病床，咱有法度处理无？有，有法度吼，咱有法度处理，但是袂使搁起哩啦。你若搁起哩的时阵吼，所以拄啊就讲，为什么要缀即个课文袂使互起来？你甲缀互平，啊你慢慢啊拖，安尼过去啊就无要紧。是，实际上是因为咱本身咱因香港出即个代志了，伊就是即个嘛吼，是即个。而且伊 BA.2 的问题，感染较厉害，因为重症的比例嘛较悬。是。所以咱台湾就这就是咱的戒禁吼，戒禁啦吼。就讲咱要注意即个所在，莫互伊起来。你甲缀互平，会想，你讲台湾的医学无问题吼，即个所在是无问题。是。就大家同齐来拍拼，安尼。是。观众朋友，咱疫情升讲到遮吼，即2天真寒吼，咱即个寒的时阵，大家可能较有诶，即个心脏甲血筋的病哦。咱看到即个4个族群哦，你都爱保持你的健康，有7项即个秘诀。头一个，咱来先讲即个3悬的，即个3悬即个族吼，就是你的血压、血油甲血糖拢真悬的时阵，你都爱较注意哦。头一项就是爱保暖，就是你爱穿好烧啦。不管是伫厝内，还是伫出外的时阵，你都爱用颔棍啊，还是帽仔遮，甲你的即个颔棍，甲你的骹手拢保持温暖。第二个是暖身，就是你精神了后，你袂当雄就起来吼。这是3悬族，甲你上班的人爱注意。第3，唔通一时啊都食真济，你的即个情绪的震动袂使伤大。而且爱加食菜色甲水果，唔通啉酒，吼，这嘛是有在运动，甲3悬族都爱注意。第4项就是你若去泡温泉吼，若是有心脏甲血筋的这个问题吼，唔通去泡温泉。另外，唔通一个人去爬山吼，泡温泉是食饭了后2点钟。温度袂使超过40度吼，这是3悬甲上班的人特别爱注意。不过，若是你有在运动，你真健康，尤原爱注意你的运动的这个强度袂使一时啊求伤悬吼，爱这个食饭了后，爱1点钟以后才来运动，嘛爱避免伫温度伤低的时阵来运动。第6项就是你若有慢性病，你就爱顾你家己的身躯哦，你的血糖、血压甲血油，你的体重、运动啊，莫啉酒啊，莫食薰，这3悬的特别爱注意。第7项就是你若是有固定咧食药啊，你爱甲查咧吼。这的7项来预防咱因为这个天气寒，煞来这个着病吼。咱请教老医师，除了这7项以外吼，另外敢有需要补充的？拄啊，主持人有讲到这2项啦吼，这2项我特别甲查来吼。这2项实际上吼，咱老人啦吼，拢会当好好来用啦吼。因为你若冷的时阵，你会当戴帽啊吼，你若是围巾吼，你就甲围起来吼。这就会使减少着足侪影响着你迄个血筋去收缩的。因为你本身也会像这常常发生这个代志的时候，主要都是2个问题嘛吼。一个就是迄个脑的嘛吼，就是中风这方面的。第二个就是心脏的问题。所以你这2项甲保护好的时候，实际上就会减少足侪常常无那钱啊都无代志，无敢若无啥物代志，钱就起来。对，会当保护着这个问题。所以咱除了讲穿衫穿济以外吼，拄啊已经主持人已经有讲过，就透早的时候莫透早就出门去吼。阮伫迄个咧注意用啥时候，因为阮的诊所内底吼，拢有咧量血压，医生有咧看诊，所以阮一工超拍200个迄个医用下人，内底差不多5%以上吼，5%以上量起来时是伊毋知有高压，200几来量200几，100到180，足济哦，足济。即种人拢是实际上，
伊讲我人也无啥物无爽快啊，问题是你血压遮悬，你若向去送一个冷风，是，伊就可能就出代志啊。是，所以呢，第一爱了解家己的情形啦，吼，就是讲你平常时吼，咱台北市超过50岁以上的人吼，高血压会差不多一半。哦，一半哦，这足悬的哦，嘿，这是台北市本身的资料。啊，阮做者嘛拄着一寡30、40岁吼，伊讲伊定定头壳重，头壳戆，也是讲头壳安尼无啥爽快吼。啊，一量血压160、170。是。啊，你甲小互一丝丝啊，迄个高血压药啊，小甲降一下吼，甲降落来，到140、150，伊就感觉人足轻松、足好诶。哦，是啥物咧作怪？就是血压嘛。是。啊，但是伊若平常时无咧量诶时候，实际上伊就毋知影。啊，毋知影诶时候，就你若有拄着像即种迄个天气足冷诶时候，就较会出代志。是，所以就是讲平常时爱家己有一个年岁的时候，30、40岁以上的时候，有代志无代志，拢加减血压量一下啦吼，啊小可注意一个家己身躯的状况，安尼吼，实际上就会使避免做一个遗憾。是，老医师，咱佫问一下吼，就是你若血压较悬吼，可能就会一个寒，就心梗塌吼，心梗塌会要发生的时阵，敢有啥物镜头你爱注意？哦，咱一般的人吼，咱讲咱的血筋啊，塌到40%的时阵吼，血油啊吼，塌到40%就开始就有当时就胸口嘛杂，胸口闷吼，是，哦，啊会感觉讲喘气，敢若会喘甲袂啊顺时吼，啊，这个镜头莫是迄个心肝梗塞、心肌梗塞、心梗塌，心梗塌这个问题的镜头，啊，当然有的人会感觉伊的麻会感觉麻，啊是讲会感觉会害，才会麻，啊是有诶甲肩胛头，啊是走到后壁去吼。是。啊这种都是较深开始的一寡镜头啦。是。啊这个镜头时就是，所以咱有在讲一个，你若感觉你人怪吼，实际上你应该是互医生看一下吼。是。啊是你也甲厝内底的人讲一下吼。是。我即摆感觉我人怪，啊人也是讲伊有当时啊都讲，伊一看你感觉你面啊感觉无啥正吼，小可安尼歪，小可歪吼。哦。啊，因为这拢有一寡迄个，咱讲黄金时间啦吼。你若有这个镜头的时阵，这个时阵是紧去看医生。是。啊，医生做一个正确的处理的时阵吼，就会当避免后壁一寡迄个死亡啦啥遐问题出现。是。观众朋友，你若人感觉怪，就爱去看医生吼。咱来请教叶医师，伫英国这个家庭医师足发达的国家吼。平常时会安怎建议咱的民众注意家己的健康？哦好，啊，寒人的时阵是医疗的资源是上少的时阵，因为有足侪的感染拢伫咧寒人的时阵出现，啊，心血管的问题嘛是足侪，因为迄温度的落差是上大的，所以阮会建议是，迄你厝内的温度莫有上大的落差，就是你的暖气爱拍好开，尤其是你洗身躯的时间，洗身躯前甲洗身躯后，你这温度。无法度无应该要甲伊控制咧差不多的时间，啊，佮有阮嘛会定定咧建议，讲你咧中昼的时阵再去洗身躯就好啊。啊，上寒的时阵你莫去洗身躯，因为洗身躯出来撒着冷风，这是上大的一个问题之一的。对，啊，佮有厝外的时阵，当然咧无啊来保暖，迄是最重要的代志。但是毋管你安怎保护，伫咧英国甲欧洲国家，像会寒的时间，其实死亡的人上多的时阵，拢是咧寒人的时阵。哦。所以医疗资源伫咧寒人的时阵是足紧绷的啦。对。啊是实务上来讲吼，一个人若是发生着心梗塌，伊倒落去了后，啊偌久的时间来赶紧送病院，才有可能救活我。无一定，伊要看迄啥物原因。对，还是愈紧是愈好。是塌落去的时阵，你的标准是40分钟要甲伊冲破通。是，对。是，咱请教何老师，针对这个步数，你的经验敢有需要补充？即摆是安尼吼，咱甲即个天气有关系吼，是不止讲天气温度真低的时阵，温度真悬的时阵，咱的死亡率嘛是安尼，就是讲较悬较低拢会较悬一点嘛。哦。啊，所以就是讲即个温度会对，因为譬如说你若真热的时阵，你著啉水无啥有够的时阵，你本来心肌有点问题，你就会出问题。啊，这真悬的时阵，当然搁另外一种刺激，所以所有的资料显示说，你若知影讲你有心脏有问题，遮个人伊颠倒会较会注意。会甲温度安尼5°C的即种人吼，
通常是伊已经有问题啊，但是伊唔知影。所以心脏这个问题，你若正常，咱讲就是正常，就是甲血管有关系吼。通常你著家己注意，你若行路运动吼，你会运动较严重的时阵，伊就会出镜头，吼，你就感觉遮有遮安怎，啊，你就迄阵你就爱注意，你家己爱干那注意。譬如说，你若去爬山、去行路行较紧的，也是走的时阵，你就开始喘袂过啦，吼，也是感觉心头堵啦，吼，也是感觉胃是安怎，因为无一定心你会伊会敢若会 refer 出去吼，你就唔知影对倒位来，所以你若感觉讲每一遍运动的时候有啥物怪怪，你就爱去注意一下，爱去检查，你就知影了后，你就家己注意，就会食药啊，就会家己注意。啊，需要有外科来给你矫正的时阵，嘛会当安尼做。所以，互伊去医生诊断真重要。啊，你家己爱注意，正常的这个心肌拢是较稳定。